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就繼續講 G.O 嘅故事。故事開始，烏魯同一位少年傾偈，話佢叫古屋勉，係響鬼嘅徒弟。之後將 Another 響鬼嘅力量俾咗佢。喺朝九晚五堂，窩子想睇莊吳慶祝生日，但係完全唔知點做。之後叔公攞出莊吳小學畢業紀念冊。當時佢嘅同班同學夢想係成為鬼，佢哋亦發現呢個係響鬼嘅線索。莊吳同基治尋找線索，Another 響鬼出現，兩人變身展開攻勢，轉用 Kuga 同 Visa 形態攻擊。突然軍鬼出現，幫手莊吳用上雷電擊震。不過被中斷，Another 響鬼亦都逃走。其後童子荊介出現，自稱係響鬼，話需要通過考驗先可以成為鬼，要莊吳通過之後先嚟幫佢。窩子自告奮勇，自稱係祝福之鬼，由佢嚟通過考驗。喺另一方面，軍鬼用上必殺技打向 Another 響鬼。不過被烏魯反擊，莊吳佢哋趕到現場，打向 Another 響鬼，再轉用 GO2 同疾風形態斬向佢，用上 Time Break 同 Burst 將佢打敗。不過勉再次被烏魯利用，基治攻擊佢，但係荊介變身成強鬼阻止佢。而 Another 響鬼卻打向強鬼並離去。喺朝九晚五堂，荊介拒絕透露自己嘅嘢，莊吳佢哋唯有揾軍鬼去了解，同時拜託佢收咗窩子做一日嘅徒弟，趁機令窩子回復精神。窩子透過軍鬼了解到唔需要太隆重嘅慶祝，只要陪伴就係一種嘅祝福，明白就離開咗。荊介亦都透過莊吳得知徒弟嘅諗法，對勉嚟講，佢就係勉嘅師傅。無論身上係點，荊介亦都釋懷。跟住，荊介得到咗響鬼嘅力量，打向 Another 響鬼。莊吳佢哋都變身成 Polarity 嘅形態，攻向佢。最後響鬼陰擊連打，只好用上 Time Break Burst Explosion 合作消滅 Another 響鬼，拯救咗勉。其後，莊吳亦得到響鬼嘅 Watch， 兩師徒亦和解。喺朝九晚五堂，莊吳好開心咁樣慶祝生日，而下一位嘅騎士好快就會嚟到。以上就係今日主要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